个拿去给江科长们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三明治。像米，那也是像米。老大，你这 Maggie 姐请的油饭。喂，好。经理长，有佳，我这样子的安排，没有意见吧？谢谢经理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每个人放心，在你休假这段期间，我一定会好好带领这支团队。那就麻烦你多多关照了，江副理。你也知道我那批人不好搞，要你多费心了。放心，没问题的。那就这么决定了啊。哦，Maggie 啊，你待会记得去人事部那儿去拿你的育婴假的证明啊。谢谢经理，你放心，等我回来一定会更努力的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好，好。真没想到，Maggie 居然会请1年的育婴假，真有点可惜啊。哦，没什么事的话，你先去忙吧。好，那我先出去。坐稳了，好不好玩？好玩。水，多一点嘛。爸爸，我们再去玩别的。好，顾乖，爸爸处理一下公司的事情。你要玩什么？叫妈妈先陪你去玩哈。阿后姑，你看爸爸快好了，我们等他一下哈。你要玩什么？我要吃冰淇淋。你喉咙痛，吃什么冰淇淋？不可以，爸不可以。好吗？我要吃冰淇淋。好，好，好，爸爸带你去买冰淇淋。来，好，走。你看啊，一叫我出来，按样行行啊哦，阿豪姑一欢喜哦。有關金錢經無限相關嘅事情，一下終身確聽咧。係啊，安排比阿豪姑嘅事件就較多咧。哎，近2-3年啊，沒有計劃一下，同阿豪姑啊，終於跟老妹一喺露台來啊，較早大會講，然後早大台大，嘅過幾年哦，乃是冇辦法咯。我嘛跟老人按牽呢，嘛那係做上做下嘅人。唔通就你咁乜間房天啊？
哦，嘿嘛，较少忙台喂。阿婆，我们去玩。好啦，阿婆，我来聊一下哈，唔同样爸爸妈妈去搞就好诶哈。可以哈。啦，健康啊，也特别搞嘅东西全部都惹到后生人咧，佢係用乜有辦法咯？帶細人嚟去搞就好啦，哈，冇相干啦。妈，人哋出嚟了，唔好見坐定啊。冇要緊啦，我休息一下啦，我帶阿豪去要啦，哈，去啦，同爸爸媽爸爸，我媽去。们去玩。好。哎。係啦。喲，你強下去啊？你停喺度強下去掉啊？哈。錯，你嗰邊買波幾件，一下有幾多啊？做嘛呢？我喺想，我生落薪水，呢個負擔去太高，希望條款要拉，係咪要開始看我？咁我先同我媽講一下。唔記得咗喎，你等下拜訪客戶，愛準時，唔好嘛？嗯。好。所以上次报告是这吗？想看我少了什么东西？是这个吗？不是啊。小林，在。这个案子你跟了吧？哦，对。这作phẩm Micky 交了吗？重做。好。关我屁事啊！做就重做就好了，你不要那么凶嘛。喂，浩顾，今天有听阿婆的话吗？那英语的功课做了吗？那爸爸现在陪你做好吗？我们从小狗怎么念？哥，大笨象呢？不对哦。来，跟爸爸念 ，elephant。
老大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佑生那边回信了，麻烦你看一下。哦，你没什么事就先下班吧。老大也不下班吗？我看完回个信就走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做完啦？要吃饭头吗？好啊。来，快小声。嘿啊！阿豪哥，見唔講，見唔好爸爸用天花老給練英文，那你就做唔得，佢做就會轉來咩？係咪冇辦法啦？然之後佢講，佢講頭髮下禮拜真係吹了。加就下禮拜啊。下禮拜我英文去裝咩？係冇安尼啊？唔諗啊，皮吹到就會啊。唔係唔去，阿豪哥咩唔會上去。那有按你的事情，生意是假如做你搞到動聽嘅，根本要含在堂啊！你是乖乖的吼。唔會啊！吃到出貨啦嘅險哦。媽見阮做同家下，唔記得關雅事咧，細路堂做糟蹋，好啲人要較早就要轉來。哪知道媽倆叫動窗口飛動飛時呢？馬上多些，有啲事情唔記得，正常啊。簡單就唔會按用啊。係唔拄好就會放小腹呢，你也就太條咧。唔肯定講啦。係冇安尼啊！你冇按照辦公室嘅話事路，我哋唔識寫啊。早啊，老大，喝杯咖啡吧。有审的案子处理好了。没问题，这批货我会照客人要求的时间出货。哥，对了，以后会让你负责日本线的案子，还有上次那批货，我答应客户让他提早出货，你帮我盯一下。会不会太赶？放心，工厂那边说没有问题。安，现在是你的机会，好好把握，不要让我失望。谢谢老大，我。对了，下个礼拜我们到日本出差，你先准备一下。老大，不好意思，下个星期我想请假回老家一趟，我爸爸他要开刀，我想回去陪他。这么突然？本来想介绍日本客户给你认识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
我们来讨论日本线的下一个新 item， 叫大家到会议室来。老板，进来。来应征采购的哦，这几个我觉得还不错，你看一下。这几个啊都不好。这几个都是相关科系毕业的，而且都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。这个刚结婚还没有小孩，万一一进来就怀孕了，我还要放他产假、育婴假。这个小孩才3岁，到时候动不动哦就会提早下班，什么接小孩啦、小孩生病啦，那理由是一大堆。是，但是年轻人通常比较没定性啊，有家庭就比较稳定嘛，而且刚毕业，工作经验一定都不足嘛。经验哦，这种事哦是有累积的，就像你当初一样啊，不也是这样过来的？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对了，来应征哦，记得要问有没有打算马上结婚的。我不想请个员工啊，一进来就跟我说要去度蜜月。阿婆，我闻到臭臭的。臭臭的。妈，阿姑阿婆呢？在厨房。哎，阿明上来哈。阿好姑，是搞什么？阿婆豆本身。啊？英文念了没？我要等爸爸回来啦。爸爸回来都几点了？课本拿来，我陪你念，快点。不要啦。什么不要？听话，快点去拿。你找阿婆干什么？快点听话。好诶，那同生人的讲法咧，我按用太细声了，你们好好讲。妈，你要再中气啦。哎呦，佮因为无讨厌混咪无相干，吼。妈，要做玫瑰，对吗？来食果子。妈，这年去搞有冻葱腰呢。妈，不然我骨中坏啦。无太无你哋讲乜咯？呀，伊妈好过，其实走去请阿婆呢。啊，硬汉要用板搞生年的啦。庆祝唔好见马记啊！那你就做掉转来啊。迄根本就做掉转来，脾气练英文，俺就唔是马记咧。我之前一下无限真唔記得咧。你考試你都講好嘅哦，假考點一定係負責嘅，唔想俾本捱哦。我唔係按你嘅意思，一下非常時期嘛，你只想讓我聽述一下，係咪真不好嘛？真嘅啊！唔知點咩意思哦？捱啲。你生下來係個新聞嘅，嗰個叫温嘅太福嘅。你唔好太攰咧，即係身體顧好來，多休息點啊？捱啲啊！你固然神出旁白，諗定寫死神啦。加氣啦！
嘿嘿哦，那紧不紧哦？今天你的剪都出风烂了。我妈喺管黑啦，你问咗份緊收嘅，唔識食啦，嚇？你无关系啦，不过硬迄件，我会失智症前兆嘛。咁乜干哦？佢知道媽冇問題啊，係都冇問題啦。你冇風險，唔帶媽去做檢查。佢迄廿妹呢，你脾氣起哦。靠我請假咩？今日下禮拜三檢，你會平安起吼？咩人講過，我下禮拜我應該不出咗咩？咁你就做唔得平安起咩？安下禮拜請假進南鋪，就算安去，我咪要帶營面色客戶啊。咁你就唔是關心我啊？唔會呢，定係對日本進來，將帶營食好了，好冇？我先起身，啊？阿家，那個行去日本啊，上拜帶轉來嘅約過啊，這個人話帶台灣轉來。上拜人帶進來用睇啦。用睇咧，伊好用呢喎，唔知個去吼，人話帶家台灣啦。要不去可能冇時間啦。咱要緊碟無較好，係冇？我係媽咪帶去做規身嘅檢查好冇？哎呦，唔是檢查嘛，該人叫我發動多錢呢嘛。冇幾多錢啊！做下禮拜安排下。見有限平係去嘛？下禮拜我應該出咗咩？下面會陪你啊？啊，唔是啦，唔是啦，哎呦，等有限咁講啦。唉，做下年啊，我去哦。每天上班啊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日本那边对上次的出货很满意，他们说这家案子有点赶，希望我们可以提早出货，我答应了。可是工厂那边可能会来不及。大体要趁热，工厂那边我会跟厂长协调，你帮我跟经理说一声，我晚点再跟他做详细的报告。
老大，怎么了？我打算做到这个月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上次我陪我爸去开刀，医生说可能撑不过今年。你没有考虑转到台北做更精密的检查，还是直接把父母接到台北？这样可以继续打拼工作，又可以安心的照顾他们，一举两得。哎，现在公司很需要你，我也很需要你，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！老大，我爸妈他们在南部已经住了几十年，我不可能要他们突然换一个环境。我现在真的很想多陪我爸爸，我也不想要因为我的自私就让他们大老远跑到台北来，真的很抱歉。阿豪姑，唔够咧，好了一下。好啊，俺出去行行啊，好嘛？好啊。买好孙莎酱养妈妈呀，好嘛？好，出来行行啊。来。陈太，拜托一下，让我看一下阿豪姑啊，啊，卡嘅父母馆啊，再去看一下啦。跟夾再夾，好，我哋繼續拜，好嘅，讓我顧一下。好好，實在再。喂，哎，嘿啊，哈，乜嘅？哦，妈，哎怎么样哦？哎，我有哪去啦？阿豪姑，我家下帶佢去公園了啦，順沙等啦。啊，我要上到去看一種牙齒模館呐，我就轉去下，馬上對天花來講，阿豪姑唔見佢嘞吧？唔見佢咧？嘿呀，唔知走去哪咧？公園。嘿啦，頭前那個叫公園啊，哎呦。这个搞得溜滑梯啊，唔知做乜要一下子走唔見佢咧，用安慰走。你今日可能冇安做，冇解，見佢咧。你話你咯，我下咗啦。唉，用一下我走唔見佢咯，走去哪？到哪里去啊？是不是可以这样，知道吗？
好，快点吃，吃饱饱，我陪你做功课。妈，我不用拎就好诶，等下还没洗。哎呀，还冇水啊！差唔多呀。哎哟，我根本日哦，唔要调试哦，老阿豪姑病唔见摕的啦。妈，我适应就好呀。下个礼拜六有限无？来送我去看阿爸咧。應該周大啦，我會抽出時間來。還有啊，暗夜有神風的啊，你就要較關心着喂，唔好一無閒夜嘅工作，我卡要顧着喂啊。係啲啊。好啦好啦好啦。生意嘅前途最好嘅。啊，我可以做好嘛？周太來。那你個想哦，等下叫我卡正件動腦事情去處理呢。喂，你好，对，喂，小江。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好，那工厂那边麻烦你明天先停工，我尽快给你答复。好，不好意思哦。哎，因为喂，小林，螺丝包装工厂那边的包装出了问题，很多袋子都破了。你明天早点进公司，把所有跟螺丝相关的那些规格书都给我找出来，然后打给我。我明天直接去工厂。好，拜拜。
家想来讲我该。公司的事情就按不会处理，不卡的事情你不然给发就冇。副厂长，这个带完全不对吧？根本支撑不了我那螺丝的数量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们采购买错了。那我说新的袋子什么时候会进货吗？这么大的量要3天的时间。3天？3天我会开天窗哎。那麻烦你跟你们采购说一下，厂商那边有多少先调多少过来。好的，我们尽力。吴主任，你好，我是小江，有事情想要麻烦你。我想请问你们那边有没有袋子的那个厂商？对，我现在急用，因为我这边工厂那边出了。阿咪啊，眼睛无乜个爽爽诶，你去接阿豪姑好冇？系啊，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好。妈，你有用了吗？啊，真的嘿，哎呦，阿婆，你生病了吗？冇啦，冇用嘅，也冇用嘅啦。哎，看下先生啦。哎呦，我冇哟，佢前一步嘅，怎去看过先生啊？唔会引起医院呐。阿婆，我要喝果汁。好，阿婆多本身啊！来，哎呦，哎，来。喂，王主任，对，我是小江。3K， 够了，救我了，帮了我一个大忙，谢谢你。改天再请你好好喝一杯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谢啦，谢啦，好，拜拜。
几个停工日，我平安去讲拜，因为成方就冇去的。你使用你不卡做的冇？错呀，你他妈讲冇乜注重，用了。看第一天啊。你有冇真爱天发？你爱做乜带天发陪吗？啊，见陪你唔蛮好，行你三年你不卡，我迄临时抢解只阿好久，你爱调个面色既难看嘿。你做伫很爱拖歹检查，检查的报告你敢有看？大家看嘛动画啊？好点来？你妈起就唔甜呢？你还记得俺迄日姑娘吗？你还记得俺有神风吗？这么好好就应该处理。某天数就算了，你的天发就唔假，你今天就冇关心俺，你们做来吃饭，你比俺好顾，你妈去听我咩唔查，你连他都在做嘛呢？俺上班做些就会为动眼掉咩？你就在这样去赚钱，唔是关心俺的哦。俺上班赚钱，是为咗乜解咯？就为咗本人哋过较好呀。俺家肚子痛的，你明从我欠赞，还无幸好顾俺，那就你够该，骨头较好。今日都在做嘛呢？阿家，唔免爱讲咯，人越多啊无，就爱顾公司一条路，结果卡咩爱顾到诶。唔系一家之主哦，佮阿面要较关心到诶，无本佢做到俺辛苦。爱弟啊，你就会讲啲做唔得，记得。听讲因唔是去嘅啦，反正下摆还有机会啊。留到屋卡陪阿咪嘅啦，本佢休息一下诶。超妈，你要帮我身体只能用完了。冇用啊，以后啊，佢上摆去看过医生以后哦，医生有吩咐嘅事情，我全部照佢意思去做。佢还有讲哦，我一多东西舍唔得咧，啊我讲记唔起来哦，我就喊阿咪让我抄起来，叠到冰箱房啦。我全部就照医生嘅吩咐去做，唔会有问题啦。迄个我知道，身体无舒爽，我今日同我讲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喂，伊呀哟，我先去休息了吼，俺我较早点睡下。
你记得你有神父，这么厚厚就应该处理。老大，我打算做到这个月。这些事情就按规处理，复杂的事情咱去发就冇。阿家免来讲，人家一讲的哦，一定是点死我。要出的妈，艾米，妈，你今年真係樣觀察啦，我估水聽嘛。佢根本已有啲一片嘛，唔停我已經講耐時間，帶條媽神父過來。阿文啲啊，唔過醫生要講，我呢陣嘢就要拍到下面床，佢一行去做復健。好啊。你先歇困呢。第3个，这个比较赶，可以的话先赶这个。好，这首诗我先走。OK， 我先记一下。阿明来哈。所以今天这个就是要答案。有啊。好好。天公，你做得唱干冇？我冇見你飲過嘅啊。唔講係天公，你曾經做唔嚟過唱歌。你講嘅下晝，做條頭經理講，我去拜訪客戶啊。你是條富士卡度啊？喺無年賽嘅應該卡唔怕啦，跟住下晝過嚟嚇。
这个也唔好太巧咧。你讲那个安弄啥都装得来，见讲较散哦。我请一个看护冇？我你咁好，冇中意咩？我就请一个临时的，吃看做的。我你妈咁看啊？我就先做伊啦。好。我记得看阿豪有改片无？就做伊啦。小林，这里有几个案子，你帮我跟进。好。这个，这个 ，OK， 最后是这个。好，OK， 麻烦你了。好。现在才几点钟啊？你又要早退了？这个礼拜已经几次了，可不能这个样子啊！经理，我只是约了客户。切，鬼才相信你说的。妈，金宝英叫唔够好听冇？翻出假咁開始掉啊！anh còn trong TV 做福建啊，係咩語言翻菜唔夠味，我係咪味出啲東西大本事冇？唔是啦，阿咪嘅有神吼，莫去麻煩佢啦。俺那叫做得出嘢。醫生講下禮拜就做得出院咧。我去院前，我做得簡單嘅復健，鼓手我多時帶有翻，還有真有體力了。我知道，我懂。日本客户那边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你可以放心，也没问题。可是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回来。妈，你用吗？哎呦，有吗？哎呀，嘴好像我點都會睡啦。哎呦，啊！
妈，阿郎唔前面嘅临时的看护好唔好？哎呦，唔是啦，发给钱做乜嘅喏？钱嘅事情，我真唔是少啦，我最近唔中意。哎呦，凊彩啦，决定就好个啦。好呀，你先喝困，而且这一公司办掉的事情，看他们真准吗？老大，这个麻烦你签一下。你真的不再考虑看看？不好意思，让你这么为难。可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而且我爸他现在对他来说，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。我已经不想再错过任何跟他相处的机会了。今日讲好的天公要去看爷爸咩？大家。唔通希望一條咁蚊掉啊！哎呦，冇的啦，我休息一下啦。
动开呢嘛。医生讲等伊做一做，安样怎么较好啊？好啊，跟继续做好。冇的啦，那就冇得做的啊，我转房间去的啦。妈睡吗？睡。阿咪啊，咁清楚你想看我？因为呢，妈冇爱系吗？那冇意见啊，没你嘅想法。能记得啱冇？佢把这去暗真。佢嗰陣時就為到有較多啲時間去加班，想辭條路嘅。但本身係希望佢做到條路，係有冇卡完全顧好。我知你想嘛嘅，不過啱嘅情形，留喺冇強用啊。唔係開始條路啦，係啲嘅想，係唔係做你自家照顧媽？看護唔會老媽，仲冇看人照顧啊！福建社唔係唔放心，搞本病人啊！媽又唔好做福建，仲要請看護，咪冇好啊！我聽說媽會冇放棄。啱你講係冇唔錯，不過你兩歳就會做事啊，冇可能幾年照顧嘛。上次請看人做的，唔記醫生講。嘅福建愛幾個月嚟做？差唔多1年啦。你用做得請假幾年咯？孕假做得留着停薪年。唔係講定係姜鐵請假照顧嘛？唔想哦。我唔會唔想，不過唔一定，條件冇可能會做呢。咩啦？
迄硬佬摕落磁铁啦，那真系要强咧。古老爱唱散架，又喊过育婴假，唔通一下就老摕落磁铁，你不考好拄死你啊？唔系同中医一条路咩？肯定较重要啊。什么？一共3个。第一个，第二个。太低啦，先较细啲点位。阿哥，你喺公司哦按摩行咧，你根本就做得平安去啊！公司的事情我安排好的呀。根本应该就让唔强下要做福建。你好做福建，又唔係你做，唔是好做嘛喏？我唔好，係咪你福建唔係有人聽咗咯？哎呦，人家公司按摩行，唔是呐。媽，嗰摩行係咪有人聽咗啊？好啦。用按吼，人来做了。红阿好过的时间，也没有人做了啊。你去量时，你不按摩汗啊？我以下没做点是按摩汗啊。虽然上海行要出裝，不過有老見你講過呀。講嘛？哦，你跳落去磁鐵下？唔係啦。雖然佢度調嘅時間比馬做福建，不過係咪攞時間安排好？上海請假你應該唔會用嘅，那就太公司嘅好處。我一下才發現，原來金錢有咁多嘅咁唔用，你要不卡使用嘅，我就有啲不卡。你保證？真勁！真勁嘅啦！錯嘅，前面人來觀察嘅。觀察？嘛唔方便過後，人就發現應該每台較太茶，較會鬆下。韓國天熱沒有出聲，也係茶嘅，當然唔拉錯啊。那來個錢啊？我喺啲嘅相，人家位係關關嘅，係我老媽個天熱買到東西，買屋嘅中山條件啊。姑嫂，你就會先用買屋嘅基金。只能用嘅。哪知道你用邊做一三年啊？唔會想，我嘅老公哪去啊？哎呀，我阿媽講，
把伊哪样啊？你要把猪八戒？讲要噶，用在重量哈。哦，听啊。猪八戒人唔做量啊！猪八戒人唔做量。看来宝宝都没什么大问题，倒是妈妈要注意不要吃太甜哦。预产期是下个月，所以你可以去走走路，不要动不动，到时候才会比较好生哦。好。那这样就可以安心去日本了。都几个月了，还想搭飞机啊？没有啦，是他要出差啦，然后他一直很担心小孩子会在他出差的时候出生。这是第二胎，可能会早一点哦。应该不会吧？哎呦，坐的，等下坐一下来。嗯。哎呦。哎，阿干你叫转来？天公就转来了。哦，天公又就转来啊？实在哦，咁嘛个时间唔出去，偏偏要先要只时间去，Maggie， 小佳。对啊，不知道经理在急什么。能者多劳，你的地位无人能取代。哎，小佳，回来了啊！哦，对了，Maggie 也刚回来，你把状况跟她说明一下。哦 ，Maggie， 麻烦你。还有啊 ，Maggie 虽然回来了，你还是不要太常请假，听到没有？经理，跟您报备一下，你也知道我老婆的预产期快到了，之后我会请育婴假和陪产假。啊？等一下，你刚说什么？你要请育婴假？哎，那是女人请的假哎。经理，男人也可以照顾小孩啊，当然可以请育婴假。可是，但是你也请太多假了吧？我也觉得我请假的名目太多了，那干脆就掺在一起，叫做侍亲假。侍亲假那是什么？侍亲就是照顾亲人的意思。喂，妈，我讲嘞，你压过来。你一條㗎，得邊嘅？冇想到哦，哎，真嘅冇想到，基本上係個育嬰假，所以也會留職停薪啊。這樣就做得銷假啦。按腳哦，晚上聽到妹喊爸爸。你要按腳我喊唔咯？錯啊，而家去上班啦，每日開始聽媽媽啦。晚上叫佢先喊爸爸。阿豪姑就按用，錯冇？阿豪姑以前喊媽媽，錯冇？錯，誒先喊阿婆。嘿啦，別嘿啦。